诺福村这个班利拉祜族吉他表演队呢，曾于2005年的春节期间和我县的老达堡谣艺术团一同到北京中央电视台录制了《魅力12》节目。他们的不俗表现也是让许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下面就请大家欣赏由诺福村表演队带来的2首吉他弹唱《节日盛装》，明天更美好。让我们掌声有请。